你是否觉得有钱人都是自私的、贪钱的？其实这是个误解。钱本身是中立的，它只是一样工具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。钱它只是放大了你原本就有的性格。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钱只会让你做更多的善事，帮助他人。然后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平时就乐于捐助的话，那当你拥有更多钱的时候，你会做更多的善事，对吧？所以成为有钱人并不代表你会变得奸诈、自私跟贪钱。相反的，我相信善良的人更值得应该拥有财富，因为他会用它去帮助更多的人。那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如果你觉得你是好人的话，那你就更值得拥有更多的财富。那在拥有财富的同时呢，也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关注我，一起探讨更多